谢大家平安，请咱备办咱今日早起的敬拜。请走到。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来出世，有一个囝想死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做奇妙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的爸，和平的人君。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就是伫大笔的宝座甲伊的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保护伊。对担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做这个事。这是三角的吟圣诗，圣诗66首，圣诗66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圣名耶稣。
使徒圣经来个别来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要对十字架来，对在受马利亚出世，伫本着迄个刀是关受苦，定是日个死埋葬灵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一个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审判大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三角来祈祷，全能听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将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为着阮的罪来出世，伫即个地上受定十字架，流宝血洗除阮一切的罪过，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搁来敬拜你，这是阮上大的福气。因为生命源头是你，充满疼甲恩典，你疼惜阮，也创造阮。为着阮即个受造的人，会当对恩中出来，伫惊吓中，你来拯救阮，也且耶稣基督为着阮舍性命，当阮来到你的面前，你的时，阮就会甲你得到好好，会当行伫你的生命的国度内底。因为阮愿意坚定行这条道路的顶面的时，因为阮是你所疼的儿女，是你当家所属的。亲爱的上帝，你的话要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做阮生命中的帮赞。愿你互阮伫阮的生活中会当建立有合宜的关系，实践你的话。是前阮对圣经所领受的，伫即个背逆的世代当中，你的话，互阮会当徛得稳，伫真侪毋对的论述当中，明白你的真理，也遵守你的真理。求你帮助阮，特别伫即个圣诞节时，阮会当对耶稣基督领受无限的祝福。愿阮今仔日伫你的面前所学乐、所敬拜，会当诚侪盼盼的坐到你的面前。愿你带领阮，赦免我一切的罪。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再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53章，咱要几第4节，看到第6节。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到第6节，恁来看，我来中读。伊是在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总是以掠做这是伊受责罚，互上帝拍，搁受苦楚。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逼迫，咱得到医好。咱亲像羊迷路，逐人行家己的路。耶和华互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咱去看一个圣经，加拉太第3章，加拉太第3章。咱要对13节看到14节。基督已经赎回咱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伊为着咱诚侪咒诅。因为有记载讲，既若掉伫查林的受咒诅，
要予亚伯拉罕的福气，对基督耶稣带到外邦，互咱对神找到所应允的圣神。这是俄乐，咱要请教会圣歌队。
哈利路亚。你是讲到圣诞节必须要有圣诞树吗？请咱的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圣诞快乐！感谢主，咱2020年会使讲无人想象会到，是拄着疫情大满，规世界受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所影响，到今日也无解除。咱伫这个状况中间来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要拯救咱有罪人。甲咱头拄仔所念的这个圣诗，圣囝耶稣对天降临，就是为着咱世间有罪人。伊因为咱的罪，甘愿来到世间，为着咱受苦。伊伫玛利亚出世，伫伯利恒，后来大汉伫拿撒勒，搁到伫伊30岁时出来加利利，来传天国福音，医病赶鬼。伊来招学生，要来讲传这个天国福音。总是人的罪，将咱的主耶稣基督，送到予彼拉多，到伫伊受判死刑，钉死伫十字架顶。但是咱的主耶稣死有过活，显明伊就是上帝的囝，伊就是弥赛亚，伊是救世主，伊是上帝所差来要拯救世间的。所以咱今日伫这个圣诞节，世界各所在，咱拢会看到这个圣诞的装饰。特别这个圣诞树是上界代表性，圣诞树是上界代表性圣诞老公公当然嘛是差不多真侪囡仔所期待昨咱的幼童伫遮庆祝好像迄主持人讲，咱敢会欠一味到底欠倒一味？大家就讲圣诞老公公圣诞老公公伫宫廷，你去遐找甲伊翕相，伊会送你礼物但是咱知影，这拢毋是咱圣诞节的主角，毋是圣诞节的意义。所以咱捌唱一条歌讲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爱我的主耶稣。咱毋是这个圣诞老公像囡仔要爱这个礼物尔，咱着爱真正听咱救赎咱，听咱的主耶稣。所以兄弟姊妹，你的圣诞节有圣诞树无？圣诞节有需要圣诞树无？布置圣诞树，现在有这个传统其实历史上啦，圣诞树上早就是为北欧的人，因当地足寒冷当时有这个这个棕树那个这个长青树足有生命力的因会甲伊搬入去到因的厝内来过冬。特别到伫主要第8世纪，英国有一个修士，伊去到德国的所在传福音。当时因看到伫即个圣诞暝伫即个上树的架骹，甚至当时还无信主的人将即个查甫囡仔做节来献予雷神所以即个修士传福音到遐的时阵带因来信主即个风俗就是讲，咱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着咱死，诚做满会节，所以咱毋通搁做这个代志，咱着爱信靠主耶稣，咱来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因着开始伫这个圣诞节将这个棕树、这长长青树诚做一个圣诞树来咧庆祝圣诞这路德马丁
宗教改革家迄个时阵因就已经有即个圣诞树。到19世纪，英国有一个王子甲英国的女王德国王子甲英国女王结婚，所以伊嘛将即个风俗传到英国去，后来去到北美，所以即个圣诞树变做一个世界性的。兄弟姊妹，圣诞节有需要圣诞树无？这毋是有需要无需要，到底圣诞树咱的了解是啥物？咱的期待是啥物？这是咱咧庆祝圣诞的时，可能是上界主要的意义。有时咱像主耶稣要降生的时，这个希律王伊误解，掠做主耶稣要成做一个政治的王，会抢夺你的王位，伊就惊吓，伊就要来杀这个囡仔，伊就惊吓，伊就犯到真大的错误。咱看到这个经学书法利赛人知影弥赛亚要过来，总是因无想到讲，主耶稣出世竟然出世伫伯利恒卑微的马槽，所以伫这个旷野的所在，这个各样的人会听到天使报这个好消息，互因翻倒转，因袂当得到这个好消息，袂当得到这个恩典。兄弟姊妹，咱伫这个圣诞节嘛同款。当然，小朋友是爱这个圣诞老公公，其实这是做一个Nicholas， 这个主角伊好心。感觉有艰苦的人，伊就去帮助因；有需要这个物件的人，伊就将需要来互因。伊所做的善事，到尾变做一个好像一个风俗今日足侪人真爱圣诞树，真爱圣诞老公公。但是伫这个圣诞节，其实兄弟姊妹，咱爱知影上界主要的，就是咱的主耶稣。伊为着咱欢喜降生，诚侪人。为着咱有做人顺服上帝伫伊对咱的听所要完成的救赎，为着咱有做人来死伫十字架顶，透过十字架的功劳，互咱得到赎回。今日咱第二堂，咱也有40几位变领洗礼入教会的人，因就是透过十字架的救恩，互因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互因会当离开黑暗的国度，进入光明的国度，互因会当成做上帝厝内的人。兄弟姊妹，圣诞节就是爱纪念主耶稣基督为着咱钉伫十字架。那咱今日读的圣经中间，加拉太书3章13节、14节讲的，讲基督为着咱受咒诅，就救出这个律法的咒诅，互咱照圣经所记载，讲既若挂伫迄个柴顶的拢是受咒诅的，就阿必咱的福气，借着耶稣基督会当临到咱这外邦的人。所以咱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所赎回，互咱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咱应该着爱感谢伊，咱应该着爱来孝念伊，咱应该着爱搁一遍将家己来献互伊。主耶稣就是咱圣诞节的主角。咱有时因为咱的错误的了解、错误的期待，兼且失落了圣诞的意义。伫一个小小的故事中间，讲有一个囡仔，伊写批予圣诞老人。这个小朋友的父母都拢做袂用。这圣诞节到底是要送什么物件予伊的囝儿？想拢无，做袂用的。老爸做这个货车的司机做袂用，到底是要去买啥物件送的？后来伊就想讲无法度，无来偷看这个因囝伫迄个要圣诞老人予伊的有写一要圣诞老人的批迄批仔内底要缀礼物伊就去遐看，结果伊看了目屎全流。原来伊的后生写圣诞老人的批
毋是讲要爱什物玩具，什物水的礼物，什物拢毋是。伊讲亲爱圣诞老人啊，我足想讲会当甲爸比较侪时间斗阵望你会当互爸爸较早下班的。我的爸爸是一个司机，伊最近拢足无闲的，拢咧共迄个送足侪人要送的礼物圣诞老公公你互爸爸会当较早下班的会当甲我做伙，这是上介好的圣诞礼物，我嘛会真感谢你。哇，这个批互这个老爸看了，心内真酸真痛。其实，伊看了这篇的时，伊就知影讲其实囡仔上需要的是啥物？囡仔上需要毋是这个物质的，囡仔上需要的是父母的疼。所以伊甲这张批铺落去，足侪人伫遐按赞，足侪人感动。兄姊妹，圣诞节，世间人当然当做一个欢喜的日子。对咱来讲，咱上该感谢的是上帝听临到咱。上帝听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圣囝主耶稣基督来赏赐予咱，互咱会当得到救赎，互咱会当得到赎回。兄弟姊妹，圣诞节上界大的礼物，就是上帝囝耶稣基督，伊成做咱的救主，这是上界大的礼物。因为得到主耶稣基督，咱就得到平安，得到喜乐，得到愿望。咱若读马太福音第9章，有一段记述咧讲到耶稣会故乡迦百农。伊来到迦百农，当中足侪人伫迄个所在要来求医治。后来主耶稣看到一个变碎的喙齿就变碎的耶稣就想讲，这人咱看耶稣到底有法通甲这人医治无？但是耶稣讲，迄个你会做啥啦？哇！大家讲哇，你这是什么人？你是上帝吗？你哪会遐欠权？你哪会当做这个代志？这个话敢是你咧讲的所以大家无想到主耶稣，伊就是上帝囝，要来拯救世间的，要去除去咱的罪。所以大家就伫迄个所在想讲你做这个代志来帮助上帝，要来抵挡伊。但是咱的主耶稣讲，是讲你的做啥啦较容易，还是你起来行较容易？其实咱常常讲赦罪较容易因为一人若做若得到赦免有赦免无赦免，你也看无但是你讲这个人起来行，哇，这大家拢看有，这毋是阮算笑所以咱的主耶稣毋若讲你会做啥啦，你会当扛你的谱你会当起来行，你会当倒转兄弟姊妹，伫这个圣诞节，咱要迎接真侪人领洗礼入教会，行做上帝的囝儿。咱今日嘛过来想，主耶稣基督降生，为着要赦免咱的罪，为要赎回咱。所以咱伫这个圣诞节，咱嘛相信，咱的主耶稣基督，伊毋但会赦免咱的罪，会医好咱各种的病症。咱虽然破病无一定是甲罪有关的，那甲像伫约翰福音咧讲这个人喙齿青面是对伊的父母犯罪呢，对伊家己犯罪呢？耶稣讲拢毋是，是个你是恁伫爱做找我来的工到暝时就无人会做工啦。因为这个人伊有拄着目睭青面，伊拄着艰苦伊就是爱得到看见。所以有病的人爱得到医好，有罪的人爱得到赦。咱就爱传扬耶稣基督福音，互主耶稣基督的权能会当临到人的身躯顶。兄弟姊妹，咱伫这个圣诞节，咱感谢上帝，互咱会当得到赦罪平安，互咱无搁罪的审判，互咱无搁罪的重担。咱会当成做一个无罪一身轻的人，咱会当行伫上帝所欢喜的路。咱将咱所有的重担卸互伊，咱会当伫任何的代志，奉伊的名来仰拜祈祷，伊要伫咱中间来显明伊的荣耀。兄弟姊妹，伫圣诞节，
就是咧纪念咱的主耶稣基督。伊那个一丛的圣诞树，这个圣诞树就是十字架，这个是十字架，就是茶吊伫茶里的，是受咒诅的，但是就将咱的咒诅打去啦，除去啦，互迄个阿必然福气会当临到咱的身躯顶。兄弟姊妹，这是透过上帝囝，咱的主耶稣基督伊所做成。伫保罗伫罗马书特别讲，罪因为一个人入世间，咱正人拢伫罪中间。一个人受过犯，咱拢伫过犯的中间。应该咱的罪、咱的过犯、咱的价钱就是爱死。但是上帝恩典伫耶稣基督内面，互咱有一款的恩典，互咱有一款的福气，伊担咱的罪，所以咱就免死。做一人临到正人，通同款，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顺服。主耶稣基督担咱的罪，所以这个罪就归伫伊的身躯顶。这就是咱今日读这个以赛亚第53章咧讲的，讲伊是来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担。伊受刑罚，互咱得到平安；伊受鞭炮，互咱得到医好。伊为着咱的罪，伊受伤。所以今日咱毋能够像羊行伫迷路，咱就要来行伫伊所欢喜的路。兄弟姊妹，伫圣诞节，当咱咧欢喜快乐的时，其实以赛亚53章，这个受苦落魄的歌，拄拄咧讲到上帝对咱的疼痛。上帝对咱的疼痛，伫这个圣经讲伊，咱毋知讲伊背咱的苦担，伊受责罚，互上帝拍。这个责罚，这个原来意思。若伫即个原文就是咧讲胎哥啦，伊为着咱食做胎哥，互咱的胎哥得到医好；伊为着咱食做罪，互咱的罪来得到赦免。兄弟姊妹，这就是圣诞上界主要意义。兄弟姊妹，咱伫即个圣诞节逐所在拢咧庆祝，但是今年因为即个武汉的疫情。足侪所在要自习，袂当自习。咱住伫台湾是较特别，咱有看见逐所在拢有真侪真热烈的圣诞活动。咱毋是干那只有伫即个热烈的活动中间，伫圣诞节，咱的教会通常嘛是一般就是已经拢伫圣诞就是大家圣诞庆祝、圣诞主餐、圣诞暗会。大家想讲有真欢喜快乐的代志，大家会当摸彩，大家欢喜快乐。但是兄弟姊妹，互咱伫圣诞节的时，咱毋是干那咧追求欢喜快乐，咱会当想到上帝对咱所施的恩典。上帝囝耶稣基督，伫荣耀的天庭。甘愿卑微屈家降生来到伫伯利恒的马条，甘愿真侪人来受苦。咱想咱的天父要甲伊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赐拣来到世间，迄个心实在是为了疼。台语的疼就是疼，实在心的疼。伊的囝要到世间要担咱的罪。伊为着咱担罪，为着咱死，互咱得着活。甲像咱今日生日的时，咱出世，好，大家真欢喜快乐哦！祝你生日快乐！特别囡仔是祝个庆祝生日，庆祝生日快乐。其实当咧生日的时，就是老母为着要生咱，真艰苦，真痛疼，有时伫遐疼甲挡袂牢，就爱真正。吞忍，搁吞忍，搁吞忍，后来生囝出来。所以有人讲，咱的生日就是无难日，老母为着咱受苦受难的日。兄弟姊妹，咱伫即个圣诞节，咧庆祝耶稣基督降生，嘛是爱想到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着咱有罪人受苦受死。来担咱的罪，来赎回咱。所以，咱若无靠着伊，咱的罪袂当得到赦免。
那个一块黑板老师写字写甲足济，写甲几号板这号板若要甲这个字要搁定写的时就是爱用一个迄个黑板擦符啊，一定爱拢甲切去，切去甲清去咱有做，好像咱要来，互咱的做会当来得到清气，靠着咱是袂。咱的主耶稣基督，伊欢喜为着咱担当刑罚，互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挞，互咱得到医好。咱的主耶稣，伊受责罚，伊受艰苦，为着咱的过犯受害，为着咱的罪受伤，就是要来救赎咱。无人会当来担咱的罪，咱嘛袂当担咱家己罪。今日就是上帝，伊用伊的囝来担咱的罪，互伊的生气煞，互咱应该受刑罚的无搁受刑罚。因为上帝会讲，伊会当得到满足，这个罪该会当得到赦免，咱得到真实的平安。所以主耶稣基督降生，就是为着咱。兄弟姊妹，十字架是圣诞节上界悬上界丰满的意义。这个十字架就是咱甲这个永生永远青翠的圣诞树。这内面有上帝的疼，有耶稣受苦的疼。圣诞节咱有需要圣诞树无？当这个圣诞树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当然这个真最大意义，这是互人得救的泉源。基督既然为着咱受了咒诅，就救出这个律法的受咒诅的人。囡仔挂伫柴呢的，是受咒诅的，有阿伯罕的福气，叫做耶稣基督会当临到咱这外邦的人。原来咱是外邦的人，叫犹太人来看，这是伫拯救以外，但是伫耶稣基督，咱会当得到救赎，会得到伊所应允的圣神。兄弟姊妹，伫这个圣诞节，互咱搁较紧握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是咱的救赎主，伊是医治咱最大医生，伊是咱身躯，也是咱灵魂的救赎主。希望咱伫这个圣诞节，当咱咧迎接伊的时，互伊伫咱的心中，伫咱的生命内面，互咱的罪得到赦免，互咱的病痛得到医好，互咱会当照圣经所应允的。亲爱兄弟我愿你凡事得到亨通，身躯勇健，亲有灵魂勇健一样。希望上帝恩典会当临到咱，临到咱的家庭，临到咱所教逐个所在，拢有上帝救赎的恩典以丰盛的祝福满满伫咱中间。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互阮迎接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就是你为着阮降生，为着阮来到世间，为着阮这有罪人，恁嘛伫世间，你医病赶鬼，传天国福音，甚至你也为着阮的罪，你受苦、受掠、受害，死伫十字架顶。但是透过你的死，互阮得到活；透过你受刑罚，互阮得到平安；透过你受鞭挞，互阮得到医好。阮的过犯，阮的罪过，互你受害受伤，总是上帝权能，互你对死告我，这是上帝正面执掌王权。主啊，阮咧听候你过来时，阮就知影，主耶稣你要过来。这个世间有苦难，独独阮通放心，你已经看赢世间。阮一切烦恼重担来到你手内宝座效你的时，你要替阮担当。主啊，看见整个世界伫疫情这个苦难的中间，阮需要你的救赎，阮需要你的怜悯。愿你施阮怜悯伫阮的中间，来救赎阮，来恢复，互阮会当进入好的特殊，互世间人也会当知影，
你是阮真正的救主，除你以外无拯救，无其他会当互阮来倚靠伊得到救，互阮单单来信靠你，单单来侍奉你，单单来传扬你的圣名，愿单单来高举你的十字架。主，阮感谢你，愿圣诞节，阮有亲像主耶稣基督疼痛的十字架一般样的圣餐树，永远伫阮的心中，永远伫阮的中间，会当来显明上帝荣耀甲疼痛，互世间人来归向你。主，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第三甲起立来圣诗120首。兄弟姊妹，咱三角来祈祷，咱为着咱会当得到伊的救恩，互咱做得到赦免。咱若有啥物款的病痛，那咱嘛来到伊面前求伊医好咱。咱会当为着咱的厝内人也未得救人，咱来献上祈祷。咱也为着福音会当广传伫咱徛基的所在来祈祷，特别为着咱下晡咱有圣诞嘉年华。就是毋望透过这个机会，带这迷信的人会当听到福音。咱也为着因会当听到福音，搁伫24号伫盐埕堡盐埕教会边仔，也有咱高雄市咱基督教福音联盟甲市政府合办的个圣诞团来高雄平安的这个暗会，嘛会当报佳音，互咱的市民同胞。咱也为了这个来祈祷，望伫这个圣诞，咱会当看见逐所在有灵魂的大收割，互得救人那加添伫伊的厝内，会当看见上帝的疼痛广传伫咱所徛起的逐角落。咱也特别为了这个疫情，会当紧紧得到控制，互人会当来恢复原来的生活，也互人会当来敬畏上帝。兄弟姊妹，咱有啥物款的祈祷？咱带来到主的面前，特别为着咱已经要迎接2021年
求上帝施恩赐福伫咱。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咱出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伫即个圣诞的主日，主阮感谢你，互世间人认知耶稣基督正做生命的救主，伫逐所在，互你的教会来报佳音，报祝你降生的好消息。主啊，会当传到逐所在，互世间人知影，只有你是阮的救主，只有你是阮的拯救，只有你是阮的倚靠。这个世间拢属于你，拢你掌管。主啊，阮所拄着苦难，阮拄着侪这试炼，主，阮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怜悯帮助。主啊，互这个疫情会当赶紧来煞。主啊，人会恢复迄个正常的生活，要人知影，人是何等软弱，人需要来敬畏上帝。主啊，阮靠家己无法通得救，阮只有靠着你的圣囝耶稣来赎回阮。主啊，伫这个圣诞节，互阮毋是干那看到圣餐树，乃是看到耶稣基督拯救的十字架。主啊，互阮教会无论是阮的圣殿家庭华会，伫逐所在奉你的名所组织的，才会庆祝活动，就是要报世间人知，你就是世间人的救主。既然信靠你的，拢要得到救。主耶稣赐福阮的这个城市，阮的24号也透过圣诞团爱，高用平安，伫这个疫情无平安的时，会当报平安的好消息，喜乐的好消息，愿望的好消息，伫阮的市民同胞中间。主啊，你帮助阮，主啊，阮恳求你赐福阮，阮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阮所拜的祈祷，阮一切罪你拢替阮担当，互阮领受赦罪恩典。主啊，阮有甚物阮的病症，阮有甚物阮的痛痛，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愿要求你来医好阮，因为你受逼迫，互阮得到医好。你担当刑罚，要互阮得到平安。主啊，互阮会当连问题拢勇行，来跑走新年的路程。伫新的年，互阮有新的愿望、新的意向、新的方向，阮往所在的表来跑走。主，阮感谢你，主，阮学了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请坐，只是请咱结束来收奉献。这咱有一个圣诞节的奉献录啊，咱为着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咱献上咱的感恩，请咱的执事来收奉献。这请起立来求奉献诗。慈悲里面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一生的主日，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也是圣诞节时，阮感谢上帝，你将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为着阮的罪来出世，担当阮一切的罪过，互阮得到有你的恩典，祝福满满伫阮的顶面。但即个时阵，阮奉献淡薄金钱做
时间的路用，愿你感纳阮所献，伫你面前献上感谢，恳求奉主的名，阿门。咱请坐吼，兄弟请坐啊，咱来看一下报告吼。下晡4点到6点有圣诞嘉年华会，6点开始，敬拜中心有圣诞暗会，欢迎兄弟邀请无道朋友参加。无买特别无买到香油迄个游园券的人，会当参加暗会。本会也送伊一张的毛彩卷，一人一张，袂当重复。请登记坐车的长辈，请伫下昼3点半伫教会集合。第二，本会定伫后礼拜中昼12点到2點伫教会副堂举办新家人的 party， 对象是去年下半年度，甲今年顶半年度的洗礼入教会的新的厝的人，甲幸福福长、长老、小组长，请伫本主日以前办公室来报名。下主日有举行第6次的圣餐礼拜，请陪传会员准备去参加。搁一项具体消息，合作社定伫11月，定伫明年的1月24下午2点半，伫教会主堂召开会员大会，2点半报道，请社员踊跃参加。第二，社员大会结束当日的下晡5点，有举办社员联谊的餐会。报名时爱每一人200块，当自餐了后，中间会退100块的礼券。欢迎社员踊跃参加。报名餐会对今仔日开始到1月10号，早止，请咱合作社社员踊跃报名参加。以上。迄个。咱的教界消息吼，有我头拄有讲，咱基督教福音联盟有甲高雄市政府合办圣诞团爱高雄平安这个活动吼，请咱下当踊跃来参加吼，那有真精彩的节目，也有艺人，也有见证吼，嘛有30台的脚踏车吼，会冒彩吼，其上头咱会当中奖吼。咱教会嘛有教务吼，牧师嘛有教务，咱嘛有兄弟教务，所以咱会当踊跃来参与吼。伫遐也特别要为着市长来祈祷祝福吼，望祝咱高雄会当平安，上帝听当恩典赐福伫咱所徛起的所在吼，这甲大家补充好。祝福车恳圣诗70首，请咱起立。主
请陈牧师。他恁通平安去。这个世间的罪恶悲伤无过线断，刺皮一切斩断，疫情紧紧消散。主的福气降临充满伫恁，互恁的心田无过芳，互恁的心田无过芳。伫极权的为荣光归伫上帝，伫地上平安归伫伊所欢喜的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甲恁整大家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